高雄有一对28岁的爸母，那像是因为经济压力上过大，所以带3个无到7岁的囡仔做伙去行地路。这当初是因为上班的时阵找无人去报警察，才发现讲原来这5个人已经死亡。社会局是表示讲，这个伙仔因无通报的记录，呼吁家长都要尊重囡仔的性命权。生活袂得过的时阵，会当打电话找人帮忙。死者家属表情严肃，陆续来到殡仪馆甲检察官相验遗体。21号半暝，高雄新城区一间出租套房，一家5口轻生。死者是一对28岁的少年爸母，还佫有3岁、6岁、7岁的后生。女死者的同事找袂到对方，佫想起捌讲过经济压力真大，决定要报警。警方破门时发现5个人倒伫眠床顶，已经明显死亡。这大家拢无熟悉，都是无识啊，袂少人嘛吼。袂少问，可能拍电话嘛，袂人要甲你讲。就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因为我在这里也是住好几年了，对，然后第一次听过这种事情。其他徛好讲，大楼拢是套房，大约有10坪遮尔大，租金差不多1万块左右。毋过嘛讲，因为大家拢是租厝的人，厝边拢无解释，真歹伫第一时间就发现状况。社会局社工也在第一时间跟家属界联络，那我们也会连结慈善的资源来协助丧葬的事宜。先能够跨出来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这是全家人要一起生活下去。那面对我们这样的小孩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呼吁家长说，要把眼光要看远一点点。这口座毋是社会局轻生立管的个案，嘛无保护，还佫有脆弱家庭通报的记录。社会团体嘛提醒，面对着困难，家长应该勇敢来对外求援，嘛需要邻里加一寡关心。尤其当伫寒假期间，囡仔无到学校，透过学校通报着因遭有困难的方式，可能会变轻，更加需要社会加一寡关心。记者王柳婷、陈hen坤个人报道。